来关心天气哦，这礼拜同款是真热暖的天气，也毋过过昼的天气是拢无介稳定。今仔落雨的范围卖扩大哦，有可能会落真大阵的雷公雨，甚至是落霜啊甲。7月到9月哦是风台季，气象署嘛预告后礼拜开始，伫南海到菲律宾的海面都有可能会有风台形成。天气真是有够热，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气象署测备针对真济县市发布甘色警告，代表连续3天高温上看36度。不过有一个高空冷心低压咧通过台湾，各地天气无稳定，中昼过后落雨的范围毋若扩大，也可能会有剧烈的雷阵雨情形，甚至路边角，一直到初九才会登湖。上升气流比较剧烈的时候呢，就容易有冰雹，而高层冷心低压这件事情会使得我们的对流强度增加，那上升气流的速度会增加，就容易有冰雹的发生。这礼拜天气总体来讲，早起要注意高温，唔通去钓沙。中昼过后，爱细致雷阵雨是紧搁急，影响范围根据太平洋高压势力的校长，逐工区域拢有寡无同。伫山区溪边活动爱注意安全。进入7到9月风台季节，气象署预估一礼拜就会开始出现对风台形成有利的环境。那我们在观察最近数值模式哈，就是比较容易有台风生成的环境，我们预期在下周开始就会逐渐的建立。那主要就是在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一带，会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台风生成的环境。拜二拜三，风场加做南风，中南部会有零散的落雨，其他地区是中昼过后雷阵雨。到拜四拜五，东南部是要特别注意受风高温的发生。无落雨时阵，各地高温普遍是33度到36度。配合金门马祖，这礼拜高温是32到33度，一定要细致热上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